啊，上师吉祥啊！我们今天早上一早来到这边，是我们说的佛教圣地之一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今天我们一大早来到的这个山啊，就是灵鹫山。哦，灵鹫山。对对对。佛陀在灵鹫山是，授课吗？还是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佛陀成佛之后的40年当中，他的最主要的任务呢，不是盖寺庙，也不是什么做其他的事情，最主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讲经说法。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有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初转法轮，第二个阶段就是二转法轮。那这里就是二转法轮传法，而且就是传刚刚在我们路边看到的，就是妙法莲华经啊、般若金刚经啊、般若心经啊、大般若经，大部分的佛经都是在这里释迦牟尼佛说给这些4种弟子、天人还有诸菩萨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主要的内容，也就是空性智慧，缘起性空的智慧。所以就是当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比较小小的一个地方，但实际上佛陀当时讲法的时候，整个这个周围的环境化为一种清净刹土。清净刹土就是说又广大，里面可以容纳几千万人那样的一个，里面也包含了人天阿修罗，什么天龙八部，当然是这个4大天王，全部都就是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听法。对，听法。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弟子叫做须菩提。须菩提就是非常喜欢问问题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是须菩提啊，他们的对话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尤其是华人呢，经常念般若心经，经常喜欢念那个金刚经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是我闻，那个如是我闻的地方在哪里闻？就是一是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就是灵鹫山，很多时候都灵鹫山。然后还有就是王世臣，就是我们待会儿就是去到的下一步就是王世臣。王世臣就是那个时候的，对，那个时候的国王所在的地方。所以那些就是佛陀啊，他的眷属这边用这个讲完课后，或者去那边化缘解决午餐了，或者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吃完午餐后上来坐在那边，就是这个席地而坐，然后就是佛陀坐在那边，其他就是在那边，就然后就听法，很简单的一个风格，就是这样。谢谢。好，感恩上师开示。哦，这是这里 ，Hello，What's name？ Bambasa？ Bamisana，就是他这个印度说的 Bamisana， 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王世臣，当时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在这个灵鹫山主要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的道场，然后呢就是这个中午啊、下午啊，很多时候这个佛陀和他的眷属阿难尊者都是一起就来到这个地方。不是完全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整个这个区域就是这个地方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国王就是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功德主，还有阿难尊者啊、佛陀一起来这边化缘啊，很多这个有这个《三摩地王经》里面的月光童子、月光菩萨，月光菩萨呢，当时从灵鹫山邀请释迦牟尼佛专门到他的庄严。然后就请释迦牟尼佛和所有的这个比丘啊、阿罗汉一起这个供养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他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呢，只剩下这些废墟，但实际上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尤其是第二转法轮那些时候，那段时间，主要是佛陀经常在这个地方。
所以这里面呢，就是很多耶布卡，就是佛陀一开始这个很多戒律方面的很多的故事啊、公案，也发生在这个地方。还有在发基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，也就谈到了关于这个地方的。所以就是藏文叫做耶布卡，耶布叫拉加。卡就是他的王室的城，这个王城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布德嘎亚这边的首都就是这个地方，所以自然就是所有的外道也好，佛教也好，可以，高僧大德或这些有学问的人、有地位的人，很多都就是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在佛经里面经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阿弥陀佛。